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一项上新的研究，讲若是要提高心肺的功能，发现果准仔机比走标机的效果更加好。今仔日要甲大家详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条做果准的果，读果第3条。第二字典解释果的意思就是杯水向前，想讲用船桨杯水互船向前，咱讲是果准。另外，船桨嘛当讲是果桨，也阁有果准的船夫，古早有人直接讲是果桨的。带大家做伙来详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果桨，意思就是用桨来果准，嘛当讲是果准的桨，也就是咱咧讲的船杯啊。第二个词读做果环流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讲你咧环流水果准，嘛当比如做一个人冒险做代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你咧串流的溪仔比赛，毋但是爱比功夫，也阁有胆量、有危险性。要摕到冠军，有影是果环流无简单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果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